咱公司台语台明年要推出新的戏剧《金蕉园的秘密》，昨在高雄过山洞开镜，这出戏的女主角陈瑜毋但甲头长家底，佮挑战用台语演同志。故事毋但讨论性别议题、亚岁白色恐怖、美丽岛事件。这出新剧按算伫明年4月来放送。琼胶园的秘密开镜仪式。 导演朱美玲甲4位主要的演员伫高山洞头前举办开镜仪式，祈求拍戏顺利。金蕉园的秘密是描写女主角明娟找同学去因厝内的金蕉园斗相共，两个人发展出爱爱的情谊，佮做伙踏入白色恐怖的风暴。高山洞这个所在捌出现伫故事内底。这是啥物所在？这是迄个时阵警备总部咧新闻反邻的所在。 所以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场景，就是讲，阮入去看就感觉心情足沉重。演员陈瑜是戏中的女主角，伊头摆甲头毛交底演出，嘛挑战讲台语甲同志的角色。那个时候的女同性恋，他们连 T 或 P 这种名词都还没有，有只是刚开始。 那我认为这个角色他在高雄，他可能不一定会看到这个词，可能要等到他长大，他看到过期的杂志，他看到了某一个专栏，他才知道原来他有这样子的认同。演陈瑜因哥哥的生产是高雄人，伊讲拍片进前，导演有予伊3本册去了解美丽岛事件。诠释这个角色上面，我带有很多的一种历史的样子在我里面，然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想要被大家看见的一个部分。公司台语台准备伫明年推出4出戏剧，包括爱情、乐权、女性、甲环保等等的题材。金蕉园的秘密开镜了后，拍算明年4月就会当播出。记者陈亚军、刘维佐高雄报道。